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初6，诗篇57篇第1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我的心要投宿伫你，我要投宿伫你实骨的庇荫下，听候才会在下经过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通投宿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大有权能的上帝，你是为困苦的人备办恩惠的天父，你是阮艰难中的倚靠甲帮站，因为你是阮逃闪危险的避难所，是阮坚固徛在的所在。你的气力帮助阮通安然徛起。我要感谢学了你到万世代。主啊，大涌波浪阮看捌，乌云暗暝阮必经，危险患难阮踏我，阮的心惊惶不安，阮的灵袂当安息。主啊，求你可怜阮，可怜阮，阮的心要投宿伫你，阮要投宿伫你实骨的庇荫下，听候才会在下经过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每一天赐咱气力，互咱会通投宿伫伊实骨的庇荫下，互咱有真正的平安甲欢喜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